为以我，因为以我，我会面对面那赛，因为以我，我不惊吓，我靠心在，一将冠冕那赛，我苗就我了很忙。充满了吗？我苗充满了吗？因为你个我苗充满了吗？我苗充满了吗？因为你个我。哈利路亚！感谢我老主，请坐，请坐。因为主已经够我，主的爱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我们渴慕神，我们要与神同行。求主的爱时刻与我们同在，主爱要来滋润我们每个人。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架的路上奔跑。但主的爱，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架的路上奔跑。但主的爱，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架的路上奔跑。使我甘心跟随他。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架的路上
们渴慕你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因为你已经复活，使我们的信仰有了盼望。主，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谦卑来跟从主您。祈求主你将你的使命，将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命定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愿意一生来跟随主，为主所用。祈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时刻来见证主你的名，也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带领更多人来亲近主。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成为谦卑的器皿，成为主你在圣工当中，我们要常常为主你所用。主，请求你继续来保守看顾我们的脚步，我们要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基督徒是福音的这个受膏者，对吗？就是我们是得着福音的好处的人，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传扬福音的人，为福音做见证的人。那我们有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要用《使徒行传》第5章27到32节。那我念一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27节，他们把使徒们带来后，叫他们站在议会面前。大祭司开始审问他们，请。彼得和其他使徒回答：“我们必须服从上帝，不是服从人。”上帝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做元首，做救主，为要给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阿们，谢谢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为福音做见证，为福音做见证。我相信我们到教会之后，我们常常被这个教会鼓励说啊，你要去传福音，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旁边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福音跟这个见证是我们常常可以听得到的哈。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呢，它这个里面的剧情是这样子，在父亲高压的教育之下，这个人就非常的痛苦不堪，他的童年就生活的不是很好这样子。那成长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逃避又冷漠的人，然后对自己很没有信心。那后来呢，他在这个信仰跟音乐的疗愈之后呢，就拯救了他。后来呢，他跟父亲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温暖，他就开始去追逐他的梦想，让困在这个挫折当中的他获得原谅的勇气。那他也开始相信自己不放弃，这 I can only imagine， 就是我只能想象这样子，很多东西是我没有办法触及的爱，这个我在家庭当中没有办法得着的。他说他只能用想象的这样子。那最近我看一本书的这个介绍啊，它叫做以爱为名的俘虏。那个他很多的标题就说，我这么的用心，为什么还是得不到？我这么的努力，为什么成功都不是我？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我？那情绪勒索是现在大家很常听到的词，对不对？那我们常常也会不自觉的，就是深陷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或者是对别人使用出这样子的话语。那这本书我很喜欢它的副标题，就是说，不要再说都是别人的错，我们的人生开始过。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告别过去，然后重新开始。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很多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人这样子哈。那
不是我们完美，是神使用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那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用27到32节，然后上面有他几个重点，就是被大祭司的质问，那彼得是怎么回应他的，那每一个门徒是怎么见证耶稣的，那圣灵又在当中怎么引领他们为真理来做见证。那在这个经文的前面的开始是那个亚拿尼亚变卖田产，但是呢他却欺哄圣灵，跟他的妻子双双断气之后，然后后面就发生很多事情这样。但是在第14节，明明前面就是记录这个不好的，但第14节呢，他却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而且呢，他们就开始医治群众啊。那后来被大祭司，就是后面有这样子的画面。那主的使者呢，还在夜间开了监门，让他们出来，让这些门徒呢可以去传讲生命的道。那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讲座，叫关键面对，他有讲到那个公关行为的这个危机处理。我们现在如果要去哪里吃饭啊，你一定会先看这个 Google 的评价，对不对？4.3颗星、3.8颗星，然后下面写的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不管一定不会有5.0的这种餐厅，那通常会放在最上面的呢，都是一些负评。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店家他很诚意的去回答客人这个哪边不好的地方，都说我们会再多做改进，然后我会请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再跟你做联络这样子。那通常有这样子的行为的人回复道歉或者是解决的方法，就会让人家感觉你是这个愿意积极面对处理的好印象。那我要说的是，虽然使徒行传前面讲那个亚拿尼亚，那不是什么好的行为，这样，可是福音就这样子传出去了，这样子。那我要说的是说，信主的人越发增添，所以由此证明，我们的不管什么样的行为，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在的在见证神的名，阿们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就是归向好的。我知道我们不是完美，但是我们有那个榜样可以让我们学习，而且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很积极的进步。那以基督为核心的见证呢，上面有几个，这小我来念有高举基督，然后有指出罪恶，有宣告救恩，有顺从神。这个是彼得呢，在这个大祭司的追问之下，他没有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他反而是为他的信仰来做见证。那常常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同事啊，在问我们说，你们基督徒到底在信什么东西？你有被这样问过的吗？举手给我看一下到底在信什么意思了？这样子所以这很正常，这个是这个前10名的问题，这样你会怎么样回答？那我们也很常想要跟身边的人传福音啊，但是不知道怎么说起，这样好像讲了一大串内容这样子，但是就是没有讲到那个核心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呢，使徒彼得的见证呢，就值得让基督徒来学习。因为彼得因为要传福音，被带到议会被审问。那尽管呢，这个很凶的这些祭司长啊、宗教领袖禁止他传讲耶稣的道理，彼得仍然向人家简扼有力的说出福音的核心内容。那我们有一段经文，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帮我念请。使他做元首，做救主，为要给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帝对服从他的人所赐的圣灵，也与我们一同。好，那身为这个基督耶稣的门徒呢，我们就是福音的见证人，应该要知道说这个福音它的核心到底是在讲什么样的东西，并且很深刻的在这当中。那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或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好就这样子。好，这个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要去学习。像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 A1、A2、A3、A4 的课，就是在
装备我们怎么样这个讲述这个核心的内容，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啊。我觉得在座都是我们上课的同学，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讲出十字架的耶稣还有他的复活为核心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然后再来去讲这个传递上帝无限的恩典还有爱。那这个怎么样去顺服上帝的态度来做见证呢？因为门徒他们遭遇的情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没有人可以说得出来？他们被关嘛，对不对？应该不是很好的这样，但他们却顺服主。比如说啊，我不是信主，应该要从此幸福美满这样子，哈利路亚！怎么会变成这个我要被关这样子哈？那他说，面对大祭司的审问呢，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回答说，我们必须要服从上帝，不是要服从人。那彼得跟他的其他的使徒呢，没有害怕这些宗教领袖的威胁，顺服上帝的命令，为主耶稣来做见证。那有时候啊，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也会随波逐流哈。那个我再讲几句你们常常听过的话，这个没有信的朋友呢，常常会说，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你们都有点头，就表示说，这句话是有听过的这样，所以我信这个也很好啊，应该没有关系啊，这样子哈。那我们可能还会回答啊，对啦，其实教会就是很有爱心这样子而已，好像这个回答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哈。好，那我们要继续的受装备，我们以后就可以回答得到核心。那或者是也有其他的一面的朋友就说，我的邻居哈也是信耶稣的，还不是每天都吵吵闹闹的这样子。对我不是很友善，这样那天看到我的垃圾还把我踢到旁边去。好，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评价。都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两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会害怕得罪人哦，破坏关系，然后不敢很坚持的去讲那个福音，到底要怎么讲才可以讲得住这个核心的东西？那身为基督徒，我们当然要效法这个使徒彼得他的态度，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福音，正确的讲福音。那而且在讲见证的时候呢，我们用自身的经历来分享上帝的见证，以基督为核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以基督很好，我们大概都有80分的这样子哈。好，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福音的见证人，就是说无论环境如何，我们用生命来见证福音。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不是在讲我们，不是只有在听我们讲的那个内容，也在感受我们对这个福音的态度，也在感受就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坚持。那昨天在那个讲座呢，我觉得很有收获。昨天有一个牧师要讲到说教会的传承跟更新，那他讲述了几个重点，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分布是很有关系。他说毫无保留的敬拜，我们现在有敬拜部门对不对？毫无保留的相爱，我连不起来，毫无保留的跟随，毫无保留的去爱人，毫无保留的传福音这样子。那当中讲到相爱，相爱就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你隔壁的那个弟兄姐妹吗？这样子哈。他说小组的关系呀，好像那个大楼外面的鹰架这样子，你知道吗？哈，他不是你不是一个很坚固的，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就一个人可以站立在那边。我们应该跟一小群人有关系，让我们在信仰的关系里面得以坚固，以致我们如果软弱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要成为一个孤立的人。而且圣灵呢，随时可以透过我们做各样美好的事情。阿们吗？阿们。圣灵要透过我们做美好的事情，那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哦。上帝对服从他的圣灵也一同与我们做见证，这是等一下32节的经节。那从彼得所说的话呢，他说我们知道上帝赐下圣灵给顺服的人，那圣灵呢也会帮助我们来见证耶稣的真实还有大能。很多基督徒他不太敢传福音，不敢为主做见证的原因呢，他可能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好，就是害怕听的人呢，他可能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们就迟迟没有去行动，这样子就是设限在那边。那
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行动，就是打从心里的拒绝为主做见证的。就是你可能设想，就我这一次可能不会成功，我这次可能会碰到一个软钉子这样子。他说，在我们传福音的人呢，他说应该记得彼得的话，上帝对服从他的人所赐的圣灵也会与我们一同做见证。所以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先祷告？会啊，这是我们的那个福音茶会那个纯利尬哇，对不对？我觉得它的顺序很好，先不要邀请哦，先祷告啊，这样子哈，而且还有提供祷告文给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做这件事情呢，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是圣灵在与我们同工，而且他会给我们能力，那与我们同在。好。我们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那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当然是勇敢的去讲。还有呢，我们在前置作业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要好好的亲近上帝，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个有力的见证人。阿们，阿们哈。那我们这个帮我念一下好不好？谢谢。对。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样子。上礼拜小组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啊，就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站立在神的面前？很多人都讲出很多的方法，我好好读圣经啊，我要从 A1 上到 A4啊，这样子啊，我要怎么样祷告啊？我要常常早起来灵修，我要听圣经共读啊，这样。但我听到有一个人他说，靠上帝的应许，我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阿们吗？我们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啊，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能力，那。怎么样活出这个福音的行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怎么样做，怎么样的行为，怎么样的讲话，都是在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怎么活其实是很重要。那他说传福音跟见证福音呢，不是只有在复活节、圣诞节，或是我们举办福音茶会的时候，你这个按电梯上下楼的时候，你这个停车场开车的时候，去倒垃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见证耶稣怎么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日常就要进行了。那他用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些那个姐妹啊，就是会出去玩的时候呢，包包里面呢就会放一些福音单张，还有点心这样子。我知道有一些姐妹里面有，对不对？美英姐，你的包包里面是不是随时都有这一些？而且以前流行神奇的一刀的时候，听说她的包包随时可以拿出剪刀来，这样子，就是我什么工具都有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她就是把握机会跟身边的人传福音，这样。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会常常约，像那个处女长老就很喜欢约人家喝下午茶这样子，常常在咖啡馆里面，他不是走贵妇的生活，他是在咖啡馆里面传福音，阿们吗？对了，好，我是讲你好的这样子哦。好，那我就觉得说，怎么样让福音这个，让我们这活出来这个。信仰生活化这样子哈，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学的。那昨天的课程，我再透露一个给你们知道，他有教 AI， 你知道吗？你们有用过 AI 吗？没有，我今天的投影片是 AI 帮我做的，很漂亮吗？我讲不要紧啊，我讲讲伊都给我做多好这样子，就怎么那么好？他说怎么去使用这个 AI， 只有4个字。朱信长老师哪4个字？就是去用，就是去用就对了啦。而且他就说，这有什么好教的这样子？那他说呢，这个 AI 啊，他读了很多书，从国内国外的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样全部的书他都读过了，圣经他也读过了，佛经他应该也读过了，这样。但唯一不知道的事情呢，就是你的心是怎么想的这样子。我说，哎呦，对我们真的是做了全备的准备，然后从 A1 上到 A4这样子，我们还是常常不知道福音朋友的心是怎么想，他到底要听到哪一个点这样。他说 AI 呢，唯一不懂的就是你，所以呢，我们要透过下达清楚的指令，它才可以帮助你有这个很好的效果。他讲一个叫高语境，一个叫低语境这样子。很多人就觉得
我一个眼神你就应该知道我要干嘛了，这样子哈，没有这种人，我们不是你们肚子里面的蛔虫。他说你要低语境的，一句话呢要讲得清楚明白，这样子可以加上人事时地物，然后去对你的 AI 下这个指令。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下得还不错，这样今天做的简报我很满意，是图片看起来很 AI 这样子。好，他就是说不要话中带话，我们常常在讲话的时候会啊，以致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怎么好，常常有误会，你好像在中伤我，你好像不喜欢我这样子。那不要语带保留，是对 AI 最好的方式，这样子把它讲得很清楚，把它说明得很清楚这样子。他昨天叫我们一张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然后叫我们去说你来下指令，叫 AI 帮你画出，但是你怎么样都不能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好，然后他就也讲出了几个版本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啦。我们是要传福音的人，可是我们要活在现代生活当中，就是现在坊间知道的，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这样把它当成我们的工具。那当然就是说，他帮我做好的，我要好好的查验他到底有没有乱写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子哈。然后这个是 AI， 我们可以用 AI 成为福音的代言人，阿们吗？也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因为神呢用各样的智慧，就是要让我们把人带到他的面前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那刚刚讲到这个传承跟更新，我们现在的企业有很多这个2代接班，你们有听过吗？七七乳加有没有吃过？七七乳加就是不好吃，就是没有很好吃。就是2代接班的这样子。那2代接班他怎么样让这个品牌继续活下去？你去便利商店看啊，现在75家大概都会有5、6种口味这样子，他做了经典化，那就是呢要增加它的市占率，然后呢增加它的这个销售量这样子。所以75家呢，他就用怎么样的方法传他们家的福音，你知道吗？做他们七七乳家的见证人，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是身为主耶稣的门徒，阿们吗？我们也一样被呼召、被差遣要去传福音，来为主做见证，就像耶稣交付给门徒的一样。那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而且后面还说，记得我常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不用太靠自己，好不好？扣押收雄厚这样子，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盼望我们在圣灵的引领里面呢，做福音的忠实见证人，可以把握机会来传福音，让人真实的看到的是那个耶稣的救赎还有恩典，不是看到我们的善良还有可爱这样，虽然也有。好，那当我们真的啦，好，当我们如此。我最常跟他这个立主你看起来好喜乐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信耶稣的重点，也有很多人是生病的，会受到挫折的，但是我就要去回应他说，哇，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是这个很宽广的，不是只有你看到的这个面向这样子。所以呢，靠着应许，上帝必与我们同在，圣灵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完成大使命，阿们吗？我要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让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传福音的智慧，还有勇气，在面对挑战还有被拒绝的时候呢，可以坚定的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第二个呢，当你的身边还有没有信主的亲友跟同事，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可以受到圣灵的感动，乐意的敞开心门来聆听你的，来分享福音。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为这样子的福音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来赐福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被你使用。主，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得以平安跟幸福。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来让我们来更多的来经历你。主，谢谢主，谢谢你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得到平安还有幸福。我们要将这样的救赎恩典传扬出去，
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听见福音，因信而得着救赎，来成为你的儿女。愿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勇气、智慧还有忠心，让我们把握每个机会来见证耶稣基督，传扬福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唱这回应的诗歌。愿主的恩典要伴随着我们一生，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主，让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来跟随你，将我们的祷告来向你倾诉。愿你的旨意成全，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请坐。我们要为了世界、国家还有我们的社会来祷告。那我们首先为了乌俄战争停火的协议，还有和平谈判，求主来掌权，带领有善意的进展。我们也为了全台不适任的立委的罢免行动来代祷，求主赏赐选民有智慧还有眼光，能够带给台湾更民主还有祥和的社会。第三点，我们为了各种灾害的预防还有紧急应变，求主赏赐执政者有智慧和远见，促进市民有更高的防灾意识。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在这当中，主让我们来经历你。主，谢谢你的恩典，求你来赐福就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为了乌俄战争停火的协议还有和平来谈判，求主来保守，让我们能够带有善意的进展。求为了全台不适任的立委的罢免的行动来祷告，求主来赏赐选民的智慧还有眼光，带给台湾更民主还有祥和的社会。我们为了各样的灾害的预防，求
你来看顾这样的理念。是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历史掌握的掌权者。我们深知唯有你的爱跟真理，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与改变。主啊，世界充满动荡和战争、灾难跟疾病，还有许多的不公义。我们恳求你怜悯临到世界每个国家，让这些掌权者有公义和智慧来治理人民。我们也为了乌俄的停火战争来祷告，求你让两方的统治者有智慧，让人民离战火的捆绑，能够让他们有好的谈判，能够有好的进展，能够让人民过上平安的生活。我们也为了这块土地正在进行着这些不适任的立委的罢免行动，我们来祈求，求主赐人民有智慧跟公义的心，来完成这些行动，使我们所爱的这块土地能够有祥和的日子跟美好的未来。我们也为了各种灾害的预防和应变能力来祷告，求主你赐智慧给这些执政的人，看见跟有远见，能引导这个市民更有防灾的观念和意识。主啊，我们祈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时刻，我们仰望你，信靠你，知道你是掌权的，不叫我们失去信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先为了来长老教会在第70届的总会，那今天牧师就是在总会的开会，总共有4天。那这个礼拜呢，在马街医院来举行。求主保守1273间的长老教会都要一起来做基督美好的见证。第二点，我们为了60周年举办的桌球还有登山活动，就是上个礼拜6、礼拜天我们嘉南教会的大事哈。那为了完成来感恩，那也为了接下来全教会的退休会来祷告，是5月17跟5月18。那第3点呢，为了这个礼拜6的福音茶会来祷告，求主来感动我们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 best 以及参加在这当中的每一个区组长、每一个同工，来帮助这些新朋友更多的认识主耶稣的救恩，来敞开心门来接受耶稣。我们大声的来为他们来同声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为了长老教会在70年总会，我们在这个礼拜在马街医院来举行，求主来保守1273间的长老教会都一起做基督那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为了60周年举办的桌球还有登山活动顺利完成来感恩，也为了我们接下来预备的退休会来祷告，求主来引领帮助。为了礼拜6举行的福音茶会来祷告，求主来感动新朋友还有 best 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来敞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亲爱的兄弟平安，我要为教会来代祷。长老教会第70届总会以激励信仰生命迈向家园的方式为主题。唯有咱共心才会当看到新的契机互公义和平喜乐临到咱台湾。愿上帝祝福1273间的长老教会，拢会当做基督美好的见证。感谢主，阮教会60周年所举办的桌球登山活动已经陆续4月19、4月20，拢来顺利来完成。感谢主的甲咱陪伴。线来阮要为5月17、18的全教会退休会来代祷。求主赏赐这个好的天气，较大的所在拢充满着满满的稳定。甲别个教会拢有美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名。特别，阮要为4月26拜六举行的福音大会来代祷。感谢主你是阮的倚靠，赏赐阮有同心合意的同工。你的慈爱充满着阮的内心。求你来带领感动阮的新朋友甲 best
赐予因伫因的身躯，互因来明白你求主赐下智慧阮会当用合宜的方式将福音传予每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求你差遣更较侪的人入来收割灵魂转去神的家。感谢主的垂听阮安尼感恩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为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祷告。首先，我们为了詹翠芬长老的母亲张王秀姐妹，在4月10号的时候蒙主恩召。那在这个礼拜五呢，4月25号会在丰原教会举行告别礼拜。那会后会安放在台中的大肚山花园公墓詹家墓园，求主看顾保守一切的顺利。那圣灵安慰遗嘱的心，我们先一起开口，同时来为翠芬长老的母亲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当中，主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谢谢你洗了王秀姐妹她地上的劳苦，谢谢你让她在你的应许，在你的宝宝当中回到你亲爱的天家去。主啊，求你来看顾，也来安慰他们的遗嘱，让他们的子子孙孙要更抓紧那个福音，更抓紧那个真理，在教会在真理当中来行那个美好的事。主啊，把这个信仰来成为他们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主啊，谢谢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继续，我们要为了林木桥弟兄是今天收到的代祷哈，他的弟妹叫做陈梦玉来祷告。他因为这个心脏停止跳动呢，现在在云林斗六的台大医院急救，那有用到叶克膜来维持心跳。那目前是昏迷中，求主怜悯看顾保守，那恢复心跳到完全清醒。那我们再一项哈。为了陈丽娟姐妹的堂姐陈淑芬来祷告，那在做乳癌的标靶治疗，求主保守她的身心灵的健康，也为了这个化疗的不舒服的症状可以缓解，治疗可以有果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要经历主大能的拯救。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为淑芬姐妹还有为了梦玉姐妹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用祷告来赐福他们。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为了梦玉姐妹来祷告，因为心脏的停止跳动，她在台大的医院急救。主啊，求你来引领我们，让她能够恢复心跳到完全的清醒。我们为了丽娟姐妹的堂姐陈淑芬来带到，在乳癌的标靶治疗当中，求主来保守她的身心灵，让化疗的不舒服可以缓解，她的治疗是大有果效，让治疗的过程当中来经历主那大能的拯救。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当中，主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主让我们来维持你，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你。医治的大能临到他的身上，让他在这个化疗过程中。最后，我们来为李素梨姐妹来祷告。在上个礼拜呢，4月13的时候，她因为心悸还有心跳过低，那紧急到医院的急诊来检查。那目前的状况稳定，在住院当中，求主持续的看顾保守我们的素梨姐能够早日的出院。那为了家军的父亲罗金龙来代祷，因为淋巴癌住院，也是进行标靶治疗还有化疗。那目前还有心跳不规则的问题，求我们的主来持续的看顾保守，让医生会诊可以找到原因来加以治疗。我们为了罗金龙弟兄还有李淑丽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来保守，让我们在这里面，主啊，带到你的灵是大有果效的。主，谢谢你，求你来让我们经历你，主，让我们来呼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殿堂当中，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靠着主你的主来征战，求你来恢复，求你来医治，求你的平安临到他们的家。主，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让我们来经历你，主更多的让我们来经历你。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来看顾，为了树立姐妹，为了我们的金龙弟兄来祷告。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再追加一项，为了桌球班的学员肖文荣还有张婉英的夫妇，他们的母亲婆婆因为
肖廖秀美来代祷啊，已经83岁哦。那现在因为中风在长庚医院，求主来保守看顾医治，让秀美姐妹呢得到最妥善的治疗还有照顾，心中有平安，能早日康复。也为了这对夫妇这个一起的照顾，让他们的心里今天有来到现场是吗？哈，那我们大家来为你们家来祷告，但成为照顾者也让你们有力量、刚强，心中有喜乐。阿们。好，我们一起同声来为他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来经历你，让我们用祷告来经历你，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圣灵透过祷告来应许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主啊，求你来保守，也让这个机会，这个福音来进入秀美姐妹的家庭。主啊，谢谢你，求你来赐福，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成为你的成为你那个福音见证人的儿女。主，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受的刑罚让我们得着平安，因为你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主啊，但有时我们却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求主来引领我们，来保抱我们，在你的怀里歇息，让我们来亲近你，让我们来跟随你，让我们晓得神对我们的心意是美好的，是良善的。我们特别为了詹王秀姐妹的告别礼拜，为了陈梦玉姐妹的心脏停止跳动，为了陈淑芬姐妹乳癌的标靶治疗，为了李素梨姐妹的心跳过低的急诊检查，为了金龙弟兄的淋巴癌，为了廖秀美姐妹的中风。主啊，求你看顾我们，让我们用祷告来经历你。主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我们晓得祷告是那大有果效的。阿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得着医治，得着恢复，得着平安，得着神的允许，神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请站立。我们若跟随主的脚步，我们每一步都不会走偏差。阿们吗？因为主要把他的祝福要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跟随主，永远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就算经过黑暗，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义人的祈祷是大有果效的。阿们。阿们。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今天的祷告会透过我们的祷告，将这些事带到神的面前，愿他来看顾。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谢谢，我们可以彼此请安。我们今天祷告会到这边，谢谢。